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24節氣中嘅寒露。寒露喺每年大約10月8日或者9日，氣溫驟降，露水開始結成霜。寒露期間，好多不耐寒嘅植物開始枯萎，只有菊花喺呢個時候盛放，成為呢個節氣嘅象徵。根據傳說，東漢時期，當瘟疫肆虐，得道之士教導大家登山避災，佩戴香囊同飲菊花酒，以芳香化穢，辟瘟除邪。呢個亦都係中式香薰療法嘅起源。菊花不僅清肝明目，仲能解鬱除煩，讓我哋嘅心情更加舒適。喺呢個秋季，為咗避免負面情緒嘅困擾，我哋可多去旅遊同遠足，讓身心培養樂觀心態。此外，農曆9月初9係登高祭祖嘅日子，等我哋喺呢個美好時期慎終追遠，懷念先人。總之，寒露不僅係季節嘅轉變，亦都係我哋養生同埋反思嘅好時機。希望大家能夠好好利用呢段時間，享受秋天嘅美好。今集龍住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道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難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